推动成功镇嘅上仙台係個有名嘅景點。最近一隻所在受到注意，係因為一隻開發案。民國65到70年前後，寶盛公司陸來到上仙台一帶嘅賣地，6月12日正式起工嘅。喺基肥普洛城嘅海岸地開發12公頃嘅水族生態遊樂園區。不過寶盛公司沙提5年未能開說明會，許多民眾認為太輕彩嘅，又冇提供完整嘅資料，故所非常反彈。過多人還係參加嘅說明會，讓地公而開發，驚講會破壞當地規章嘅環境，故所同樣證明發起抗爭團連署。這地方批准抗議補貼，率地推動成功鎮的基肥碼頭，一群柏樹連葡萄的阿米創業到成功鎮民，啲必須離岸制高度，泰山抗議，在啲基肥葡萄順合開8公頃的寶盛水族生態遊樂區。這是我們比西里亞阿美族世世代代都在這邊生活，這片海洋，這片土地承載着我們每個小朋友的夢想，不是由他們這樣子的去破壞我們的環境，是我們這些小朋友長大之後去承擔這些痛苦。本單案作必須離岸的上仙台地區，頭擺係阿美族傳統領域。不過政府做啲73年上仙台風景特定區計劃度，同一片劃作遊樂區、離岸區、自然景觀保護區也掉。同時，啲60、70年台起時，寶盛公司就啲基肥港上百億遊樂區範圍度開始賣地。伊差不多70年嘛，民國70年開打啦，有嘅土地是離海邊啊嘛，種作較歹嘛，較即個較潮風嘅所在，有嘅人都熟愛賣伊嘛，佫用一方面是用方法啦，伊即馬講。這個我附近的攏我買起來的，你無賣我，後尾你就袂當通行啊！你無賣我嘛袂使。這個按我們政府在65年，它是68年啦比如這個現在的那個東部發展有個計劃嘛這個定案啦，那個時候是講縣長還是什麼？我們有個什麼開會的時候有在講這個事情啦，是這樣子，好像獎勵我們來這邊。到了84年，上仙台風景特定區計劃通盤檢討的時節，基肥港順航的國有濱海公園土地大概5公頃，涵蓋劃作遊樂區開發公司需要連帶負責開發。這在原本的都市計劃裡面，它就是這樣設定。事實上，基本上應該是讓遊樂區的開發，它對地方要有一個回饋，所以希望說旁邊要有一個，就是等於公眾使用的一個公園的一個這樣的開發，讓地方也可以受益。這個開發單位的計劃，一個遊樂區會規劃作18體驗、潮水池、海洋生態展覽館、讓原住民表演場所一條。不過長期推動深度旅遊的民間團體認為，一條無天出需要啲遊樂區爭天樣嘅多。我們在那裡做一個台灣原住民的生活會館啦，濱海的海洋展示啦，這個教育性啦，可以可能也可以看看我們台灣原住民嘅生活啦，還有海洋活動啦，比如講動畫啦，什麼這類啊。現在因為遊客其實不多，就是因為我們沒有這樣子一個設施可以讓吸引遊客過來。那所以當然就希望說能夠有一個適當的開發來讓遊客吸引到這個地方。所以這個量呢，事實上就是在你的整個設施在開發的，然後兼具這個生態環境的這樣的一個考量之下來做，事實上應該是合理的。不過為什麼各位做一個遊憩區，和同人跟自然抽離？唔免唔到真正的海水，唔是做一個人工的海溝，唔免唔到咧真正的超簡單的東西，唔是用可能是關在水族箱裡面的一個，是其實外頭是用玻璃，還是講用人的思維去同人跟自然完全隔離。
你个外电代替领引外电是感觉讲安尼想法是真奇怪的。今年主题对先破坏生态，后半年接近生态的想法，知道咩唔见。因为游乐区也包括了其他条平常村里的交通路线，有机会讲，一当时汉一摆无论是要做生态教学，也系出海了落实，甘做的自由的村业。西回港那个部分潮间带的部分，那个它也划分在他们规划的公园里面。但这个就是我们非常纳闷，就是为什么那个，为什么那个保护区这个保护区啊，为什么会变成一个他们在建制的公园呢？是不是将来这个地方的我们进出的话，去做去做生态采集啦，去钓鱼啦，还是浮潜啦，这些都还要透过说透过他们的那个许可才可以进去。一只开发案，天气受到影响的，就是有机会讲村里的天资唔良的业者，做啲1923年日本书的时节，只有日本人，然后推动唐生签杀天资良的记录。机会开发因为三线台的主导，啲北片变做一个相对风平浪静的港湾，本身等推动外海无潮的飞游鱼，做得来到呀。这些我们的北边有深沟。伊个深沟，因为阮的蠓仔北边是有一个深沟，深沟鱼啊伊会顺着迄个深沟吼，入来安尼，有一个圆安尼，才袂流才袂透，迄鱼啊咱才来即个所在耍安尼，你流伤透，实际上鱼，阮的蠓仔咧变形嘛，鱼啊声就走去啊，你要掠伊嘛掠袂着伊啊。米酒村也系年阿妹，天资唔明转来的时节，呢度买鱼嘅也几面都来到一片，除咗要买齐齐嘅鱼嘅，附近嘅几面也会天数整理鱼货，来揾地位爱食嘅鱼嘅，业者就少，系讲机会讲嘅村业，看人嘅面色，仍然生出几千万元嘅天资唔明嘅产业，然后附近嘅几面嘅生活，天作受到影响。如果有真正的堵到我们的路啊什么，袂使讲阮底下是几十年啊！你今仔来讲一个，都叫我们走，哪会使安尼做？对无？你嘛相当嘛爱跟沟通者，什么话者，嘛袂使安尼有这个讲要叫阮走就走。摆冲浪的人爱来掠，也是外面学生爱来掠做生态教室的那个一个解说导览的话，外面是不是要先付钱，还是说还是要给你看身份证？那个问题要先外面讲清楚啊！那本来拢外面提掠生活的区域。面对几面的疑惑。唔肯当面接受采访的保险公司，第一天发书房的时节强调，佢哋将负责开发楼起，唔会设置管理滨海公园。同时，主管单位吉隆坡观光局、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一讲，滨海公园明年就做得用。我们跟那边脱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在上面这边呢，平地这边呢。那个港口那边呢是比较那个山坡地嘛，那边跟我们没有关系啊，那个土地也不是我们的，我们不会到那里边去的。它因为它是公园的用地，所以它一般只能做一些步道或是赏景的设施。就是这样的话，等于交给他们去开发，然后一样这个开发之后，这个的土地所有权它一样是政府的，然后管理也是我们国家公园来。我们国家风景区来管理的，所以等于说，它开发了一个这样的公园绿地，提供给居民使用。就算开发公司也喺公部門見講，滨海公園嘅公共性，不過有啲位成功證明係當少，最主要係因為開發公司啲開工前將臨時收開說明費，費都也冇任何嘅書面資料，故所當地社區團體設計立判記錄項嘅說明費，打下民眾意見，要求開發公司通工前應該收開天一百嘅說明費，要提供更加詳細嘅資料。敢若有一個開會通知單啦，無資料，無資料，內底資料什攏無嘛，無什麼資料啊，也沒有一個地圖啦。將來這個開發會影響到什麼程度？我們想知道，所以我們要求說，你們要一個書面資料。我們這個案30年了，在成功鎮啊，那個時候都開過會，一直在開呢。要對案的開發說明會大家都
每一次大家都没有反对呢。当然，我们不只是在鼓励了哈，我们可能也在从旁协助，某一些部分需要镇公所方面来配合的，我们当然乐观其成了。这个是我们对宝盛海洋公司做这样的一个期许。开发单位强调，一隻開發案按導演的政策、樓地方代表都疊一支持，一早見照規定來期盼的說明會，民眾希望係有義務，一係繼續來說明。什麼時候都可以開了，我們動了以後辦公廳有在那裡嘛大家那個時候大家一起我們村民當地的村民每一天你都可以來這邊大家來討論這個問題嘛。他已經對我們都沒誠意了，他會對我們這一塊土地跟愛田兩人有任何的友善的一個回應嗎？還是愛打清大的問號？開發單位雖然講到當好談，下一次冇安排說明會嘅時間，甚至喺接受採訪過後第二禮拜，冇先講就通過，按樣一般當地民眾當少，開發單位講嘅咁先嘅係，因為附近嘅主要嘅利益，離成功鎮時差唔是30分鐘，至於一棟本法院判定違法企業美麗灣度假村，唔過台東縣政府還係興其繼續第38號熱沙嘅施工。本但所有人民共有產業參與開發，喺100村業都需要經過美麗灣度假飯店嘅同意，也係成功證明社會。美麗灣來了之後呢，太子港愛到因做唔得來那邊生活，又做唔得用班，嘛，就做唔得，就是有錢人來就會買票然後游泳，使到省發的價值觀全部俾給有錢人洗腦。使到台灣應該唔係安永遠，台灣每個地方有自己美麗的文化。希望寶盛能夠再次的開一個非常完整的說明會，讓我們大家跟他溝通協調，還讓我們大家知道裡面的內容。那不要說將來就是像那個美麗灣一樣，蓋好了以後再去抗爭，蓋完以後我們不能用啦，還是說不是在地的那個生活。那變成不是我們的在地人的那個海域了，變完全是被一個集團去霸佔住了。所以我們今天的梁是一條那個88風災到現在的白色的布。所以我們大家我們現在就是那個白色的布我們大家把它拿起來，我們就繞一圈，然後把它纏到我們這個象徵的。一群台東在地藝術家2月初就發起第3月38號。進行一張熱力實體藝術創作，用水流木做盾的，各用布條纏到像籬笆樣的，一隻美麗的創作，而本社會大眾重新思考畫題接未來的問題。因為美麗灣的鐵皮那麼長的圍牆，佢都得圍起來，變成佢自家的土地，愛到就會用另外一種反諷的作品的形式，愛到又圍起來，給象徵就是說，愛到給到原住民的傳統領域是怎麼被政府圍的，愛到啲大啲神發嘅人，我們不要被圍。一群藝術家少，不但算係原住民傳統領域的海岸，係咪會因為開發而受到限制？我就係因為開發帶來的污染，影響嘅海洋居民的生活傳統。你在抓什麼？這邊抓。將成功機會開發的潮境帶，主本當天人講起世界物價的變相也係組合。佢就是以海岸線、熱海路、海出、海死，也係作誤嘅。因而20日出來，當天民眾少，喺200遊樂區開發過後，好多水流到機會開發，影響當地的生態。要不要衝擊佢哋嘅生活？最大的衝擊應該算是那個海域，那個潮間帶的那個地方，因為部落的居民都會常就是潮汐，就是退潮的時候就會到潮間帶那邊去撿海螺或者是捕魚。如果說他們寶盛這邊開發案一旦就是開了，這些污水的排放。會直接就是到海域，我想這個就是最直接影響到我們的
生活。伊个污水处理厂清近啊，离海岸不到几百公尺嘛，比美丽湾那较近啊。所以伊是讲伊要做2级处理，可是2级处理其实嘛无拉嘛。伊外国看到伊要挖一条沟，直接排放到海水，哇，那愈真紧愈影响生态。6月初，台湾环境资讯协会由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陈周伦博士伫台东基会作为珊瑚礁生态调查，就发现当地珊瑚礁含生的珊瑚平均占的唔上较高面积，比太平洋老台湾含生的珊瑚平均占的面积还较多。在2009年，农委会东部海洋研究中心的调查还较显示，因为很多的珊瑚礁基会含较喺东海岸亲有生物多样性的，故所当地的鱼的种类、数量都比其他所在含较多。基灰的话嘛，它这种礁岩岸的话嘛，它那个地形有它的地形，有它的复杂度。那自然的话嘛，鱼它比较喜欢躲在这种有复杂度的地方，有珊瑚礁啊什么，它就比较像热带雨林。热带雨林里头的物种就很多。我们在历年来的珊瑚礁种体检的检查的那种情况下，可以发现说，台湾珊瑚礁被破坏最严重，并不是比如说一些天灾，并不是什么台风，其实最重要的是那个陆地上的开发案所造成的一些泥沙淤积到海底，使得珊瑚礁破坏非常的严重。那这边的珊瑚礁目前情况非常的良好，我们很担心20年后是否可以保存。对于民间团体的义务，开发单位回应讲，规则开发案早伫2009年就已经通过翻批，要照法律来做。我们有一个那个污水厂嘛，用过的水呀，有个池在过滤以后啊，污水的问题啊，不要去烦恼了，一定有那个规范来用，按照现在最新环保的那个来用这样。开发单位太马上嘅讲，他家唔是少。不过，环保团体认为，基会地区唔单止有保生水处游乐区，还有东莞处的丽沙 BOT 案、老曼梯湖游乐区，3只大型开发案对基会地区的环境冲击尤其大，应该整体的评估，唔系一只案例来处理。我们也希望环保署可以针对这3个开发案重新做一个环境影响评估，尤其对海域的部分。据我们所知，保胜距离海边最近的保胜水族游乐园区，它对于海底下并没有做任何的环境影响评估的这样的方式。这边比较敏感，应该就是海洋的部分。那这部分实际上每个开发案它都要经过一个环评的过程。那如果说在整个环评的这个过程是很严谨的话，基本上这个问题是不会产生的。初批的将近30年，经过的地下因地方塑造，后4年人的环评审查。不过，安泰的开发案，通过的居民争议，用的有可能唔反弹咯。就算是以后的开发，公部门老开发单位自身唔透明，甚至是做得冇讲就冇讲，就像空的不天时的炸弹，某个世界会爆炸，或手机桥都已难安算。